好，来继续正段消息，来看立法院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琪，今仔日质询到行政院长杜英泰，是规八都会来挡道，爱中央为花莲的灾情来负责。杜英泰是当场甲回呛讲，你毋是咧艰苦灾民的性命，你是咧艰苦你家己的政治性命。双方安尼呛过来，呛过去，超过1点钟。全国人民。 所有的相关单位，没有政府要人民来救灾哦，所有的部位，政府要人民来救灾哦，不要再敲桌子，没有政府人民来救灾。连续挡到头晚开，鲍坤琪质询的时，呛中央应该爱为花莲灾情担责任。不过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呛得转去，讲撤离计划爱为地方提出，是中央负责救灾。本席在这里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过。 我们竟然有这样的院长，你不是难过灾民的生命，你是难过你的政治生命啦，难过什么？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一直依市地事虽然无采工，规张施政报告一巡，鲍坤琪一个人就超过1.2钟，佮点名内政部、农业部、经济部等等的部会首长问救灾的进度，佮摕前总统马英九处理水林村灭村的态度来做比较。 在现场，你对他们也很客气，来到这里你就变成这个样子。这个就是我们的行政院长，真的原形毕露。是啊，你在这里就是这样啊。学养足久，干那老虎王晓玲、林倩琪存无20分钟通问。爱惜你的政治生命的话，你现在此时此刻你就应该宣布你要下台。 为着灾情搬最紧，民众党团嘛出招批评行政院甲3读法律案放例，拒绝编列提关军人待遇的预算，所以会对总预算案提出质疑。 不只是退回总预算要求重编，我们告发周荣泰严重的渎职。合宪就编，不合宪当然就不编。我们没有在对警消人员的各项福利做任何的忽视。强调会以实现结果一篇合法预算，希望行政立法共同协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